因为风台影响，中南部山区的雨量有个会超过1800毫米。高雄桃园嘛已经发布黄色的土石流警戒。就透早先甲爱惜油脂的22个患者送落山，那对9点开始，甲300几人撤离到安全地点。伫个六股甲纳马夏的村民，嘛要全部撤离。 工作人员警方一间一间通知民众撤离，受凯美风台甲西南气流影响，评估中南部山区累积雨量恐惊会到1800毫米。高雄桃园区二时已经达到土石流黄色警戒，透早9点，全区8个里展开预防性撤离。当时最大的雨量，累计的雨量是2500公里，那这一次预报最高的雨量是1800公里在山区，所以这种雨量，是致灾性的这雨量。配合桃园区公所进行预防性撤离工作，呼吁市民遵守防灾指示，勿往山间水边。 警方各军拢出动，就惊地灾性雨量会危害山区民众的性命安全。高市府二时分配预防性撤离山区民众，透早已经撤离桃园区总共375人，中昼甲下晡会阁接续撤离六股甲纳马夏的居民。 8点以前都全部下山了，尤其是洗肾病患，大概有22个人。油啊、发电机啦、庇护所的这些备料等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趁透早雨阁无大，民众将物资搬去货车，要撤离去安全的地点。市府甲公所拢表示，会随时掌握山区落雨点动态，嘛呼吁民众准备防灾物资，遵守防灾指示，确保安全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